中共当局切勿将政治的因素凌驾在人类的健康安全之上。所谓您刚刚提到的以疫谋独，是推卸责任、转移焦点。疫情当前，防疫优先，人权与人道优于政治考量。两岸应该在协议的机制下，持续通过对话合作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。此外，两岸双边在协议下的通报合作，并不代表台湾就不需要参与 WHO。中共在 WHO 进行的政治操作，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权益，更可能造成国际防疫的破口，增加全球公卫的风险。中共当局应正视台湾民众生命健康安全，立即排除我参与 WHO 的政治干扰。我方也将积极争取国际各方的支持。那么，有关于这个大陆爆发这个疫情以来，陆方向我通报各种的疫情资讯的情形，我想疾管署都有对外说明。那么陆方向我们通报的讯息内容都相当的简短，与其对外公布的内容也雷同，而我方向陆方表达好像陆方的次数有比我们多，那是因为陆方出现的这个案例多于我方，那么我方出现的案例较少，的病例可以通报，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同。我们要再次强调的就是，健康安全是普世价值。两岸双方在协议下的通报合作，我们特别强调，不代表台湾就不需要参与 WHO。中共当局切勿将政治的因素凌驾在人类的健康安全之上。所谓您刚刚提到的以疫谋独，是推卸责任、转移焦点的说法，无助于改善两岸关系。我们陆委会也要在此正告对岸，应该立即排除我参与 WHO 分享疫情资讯的政治干扰。防疫当前，人道优先，两岸合作对话才能够处理问题。我政府也将致力于医疗卫生安全，积极争取国际各方的合作。谢谢。